啊！成地紙巾嗰下嘢真係震撼，最驚訝。好咁啊，講到 guarantee 咧，咁啊大家最中意去邊首歌咧？咁我最中意嗰首銀行存款等於零。咁啊，你最中意邊首咧？記得喺評論區度話我知啊。好啦，今日一齊嚟 reaction 佢呢首用背脊得住我呢首歌啊！嗱，你咪呢首歌我都驚出唔出到街嘅，所以唱情歌啊，用背脊唱情歌。好 action！嗱，我好中意新生代而家嘅啲 MV 同埋一對歌曲嘅叫做咩邏輯啊，即係好引人入勝。你睇下個鏡頭一直咁望住佢，長鏡頭嚟喎，幾緊要。麻煩各位都不望我，點晒題？望住我怎麼敢去唱情歌？然而眼淚見到。我想揀今日來流露我凄楚聽完的人，請你扮傻，但唱不會發生啲咩全事？像正，其實老人並不傻，都猜中我為你挨盡折磨。眼淚若嫌多，用背脊唱情歌。哇！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正面像全裸，這醜的步驟別來督破。佢一定好攰啊！願這個悲到一轉背人間都忘掉我。成地紙巾啊！瞓醒覺腰都痛啊！呢個好聽嘅，即係一如既往有好跳通嘅畫面嘅感覺。原來我測得我以為驚俾人封懂怎樣愛，但是作的戀歌也算精彩。忘形到真失戀後償還10倍悲哀，終於一個人站在舞台。願這歌流行着，為下一人沒將來。歌者痛了，人們還在喝彩。眼淚若嫌多，用背脊唱情歌。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正面像全裸，這醜的步驟別來督破。願這個悲到一轉背人間都忘掉。哇！呢個畫面好正啊，好正，翻轉唱呢個轉正好正。有沉重的幾句，非要唱不可。哦，有自己個名上嚟啦，嗌個努力嘅結果。再期盼如果 Yeah 明明放低的你，竟已唱新歌。我尚在如此不知惆悵着別離開我，失去你，唯有等多迷去喜歡我。好，聽完呢首歌咧，唔知道你會俾呢首歌幾多分呢？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嚇，呢首歌我可以俾到 MV 嘅10分嘅，因為的而且確你見到都幾特別嘅，成地紙巾一下嘢就震撼嘅，嚇親我㗎。咁第二樣嘢咧，歌詞部分，黃偉文一如既往咁寫啲歌詞咧，好得意啦，都令我最特別注意嘅就係嗰個篤字。正面像全裸，這醜的步驟別來督破。嗱，你係咪呢？我唔知，但係評論區話俾我知，評論區。好啦，咁啊第三部分就係唱問題啦。咁姜 T 嘅聲音咧，大家都一如既往認識佢啦。但係今次呢首歌嘅表現咧，比以往嘅歌曲咧強度咧會更加大。咁啊，令到你大家都覺得，哇！姜 T 都幾勁喎，幾行下嘅喎咁樣。其實佢 C 段最後面嘅時候，湯靈山嗰3個字喺嗰度嘅時候，其實都好講學嘅嗰度。哦，俾大家欣賞多次啊！嚟啦，呢個位置係嘛？一轉背人間都忘掉我。呀，幾緊要？努力係會有人聽到你、見到你、識得你個名嘅，佢就係湯靈山，係咪呢種感覺？咁啊，今日咧就係最翻翻嚟靚仔嗰度啊，最靚仔呢度，呢下嘢真係冇得頂啊！呢個
有啊，好啦，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港樂，亦都多多支持湯令山，我哋一齊俾佢掌聲啊 ！Let's go， 好聽好聽，又好睇又好聽啊！哇，成地紙巾嗰下嘢真係震撼，最驚訝